練曾經問過我是否有陰陽眼？點解我會有咁多靈異經歷？我雖然答過破練，但今次我跟大家再講一次。一，我沒有陰陽眼，因為我不是全天候都能夠見到阿飄。在我還是很細個的時候，家姐帶我見過一位學法的師傅。家姐對師傅講：為何我妹經常見到阿飄？師傳望了我一會兒就說：你個妹的眼珠比平常人淺色了一點，所以比較容易見到。以上是其中一種說法。二，靈異體質應該是有遺傳的。我父親從小到大都一樣間中會撞到鬼或見鬼，當然唔會每一個都會被遺傳。我們幾姐弟只有我遺傳到，現在到我個仔，佢都曾經遇過幾次，但慶幸佢沒有我那麼誇張，由細到大只是試過幾次。三，到我比較大的時候，看過很多有關的視頻，當中都是說每個人的時辰八字，如果偏陰的話，都會比較容易跟靈體接觸。有一次我看到一個節目，有個法科師傅教人點樣睇自己的八字屬陽或屬陰。慶幸我出生的年份屬陽，但月份日子時間都是屬陰。師傅問了一個問題：知不知道一年裏面最陰是哪個月份？清明節、7月鬼節、重陽節，全部都唔係。全年最陰的原來是中秋節，而我正是農曆8月15中秋節出世。我出生的時間是當日之中最陰的時辰。以上說法信不信就由各位決定，但我個人來說，我信與不信根本沒關係，因為我從小開始就有很多靈異經歷。有邊個會想經常見？我真的不想見，奈何根本不由我來控制。另外仲有一個原因，但要留待講另一個故事時再交代吧。而師傅都有教一些令自己陽氣多一些的方法，最好在中午時間12點至2點到戶外多曬太陽。兩隻手的手掌心向天一起曬太陽，都有助增強陽氣的。完。我兒子的靈異經歷。當時我兒子7歲，有一天我們一家3口一起落樓下食午飯，當時是在公屋，我們住那種屋出面有條超長走廊，我們一直行到大約還有2-3個單位就到搭 lift 位置，突然我兒子好開心咁笑，然後向前跑。轉右，如果一直向前就會有個類似窗口，只有一個比較矮的欄杆。我一見佢轉右，我即刻喝住佢，叫佢唔好再跑過去。好在佢都即刻走返嚟我身邊，我就問佢點解突然自己走開，點知佢就指住空氣同我講：我同哥哥一齊玩波波咯。我話吓，你唔好嚇我喎，我乜都見唔到。佢又係指住空氣講同一樣說話，我就心知咩事，因為好肯定我個仔當時係唔識講大話。我立即拖實佢隻手，免得佢再亂跑。完。另外一個就係喺佢10幾歲時，有一次我兒子同我講，有一晚佢落街買嘢食，當佢買完之後就搭 lift 返上屋企，搭到中途我個仔突然喺 lift 入面唱歌，點知唱咗2句，佢聽到有人在 lift 入面唱粵曲，佢即刻唔敢再唱。我立即同佢講返我小學去廁所唱歌壯膽的經歷，我叫佢以後喺呢種環境時，千萬別唱歌、吞歌、吹口哨。如果農曆7月更加唔好用些會發出類似當當聲的鎖匙扣，這些都是很惹阿飄的。